清楚的，啊，对阮表姐迄项借钱呢。哎呦，有可能啦，头家娘哪有可能叫人借钱啦？啊你叫无注意看，迄白纸写互你呢。啊你当做你免为做的哦，你讲的嘛较客气你啊。先生，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，毋是讲吼，这吼你为做的啦，我是讲，迄个代志无头无尾拢毋知影咧，就问无清楚啦吼。这是伫迄所在啊，对。我咧问啥？迄个顶面你毋是啊讲，就借100万尔，哪172万哦？172万，迄是挂利息。啊，借问的是甲你借偌久，哪利息就加起来较济啊4年利息拢无缴啊。借4年利息拢无纳无？是啊，我利息还佫算好朋友，所以我算伊足俗的，才分半尔。挂利息加起来算才172万。先生也歹势哦，小参详的啦，172万哦，有哪吼足多咧，临时临了哦，也无得撞啦，无安尼跟阮按规共好无？欠钱先爱还的啦吼。安尼啦，互你按1礼拜啦，会记哩。1礼拜我决定佫倒转甲你讨啊，会记哩啊。会啦，来，赶紧。顺行。较注意啊。知啦，顺行。太奇怪，阮表姐啊，哪会甲因借钱？都是安尼，活得害啊！等咱舞这条这大条，看要安怎就好啦。阿伯，这边啊，莫你马起来起来啦！大家咧当欢喜啦，看你敢食紧张的款啊。嘿啦，代志歹啊啦！咱表姐啊吼，客愈是爱厝客哦，迄样借钱啊，即摆有人来咧讨钱啊，我帮咱紧选啦。等你是咧选啥物货啦？借钱是恁表姐，也毋是恁的代志啊！等你咁紧张，敢安尼惊啥物货啦？伯啊，毋是安尼啦，表姐啊吼，做人是真好啦。到即摆人拢欠咱遐济钱，转来时阵，看阮两个当遮食遮久用遮久，带无钱的，等你怪着无钱，人甲你算最清楚的啊，到时阮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我甲你讲啦，到时阵等恁大家也毋是毋捌的啊，对无？拢家己的人啊，若真正要甲你收偌些钱，我替恁出来无？有够恶一个，迄实在有影有够恶一个啊！是，是安怎啦？拄吼，恁表姐阮头家娘有敲电话转来啦，我著将这发生的代志拢讲互听。头家娘讲叫我赶紧去房间拖地去看迄张厝客啊，结果一个一看吼，才知影讲迄张厝客是影印的啦。无你，哎呦，你嘛逐讲你什么咧影印的，什么咧，讲到我听到古早早的。就安尼啦，就讲做4年前啦，阮头家娘因迄小姐啊，讲叫做春姨妈啦，就来骗头家娘啦，讲啥物因的厝客爱办啥物过户的手续啦，变更的手续啦，就甲头家娘摕迄张厝客，结果迄张厝客摕去共借钱啦，刷落去呢，讲去摕一张影印的迄个厝客啦，从倒迄个公文录啊，摕来头家娘，伊也无看，总自我收来，讲安尼伊拢毋知影啦。恁头家娘这下路课嘛咧想哈，这么这厝客遐尼重要，借人这么摕转来，连影印也无甲看，都甲收起来。就是安尼咩？伯啊，我是想讲哦。拍算是讲家己的小姐无想遐尼济啦，无再来阮表姐迄个人就真顶真的咧。代志发生啊，讲这嘛无采工。讲啊，这个村里嘛实在有够要死骨啦！你看安尼代志安尼甲咱弄啊，这大坑，看要安怎啦？哎，我姐啊，阮表姐啊吼，有讲要安怎拍算无？我头家娘讲伊即摆迄边吼，工课若足无用的，生意足好的啊，也袂走一啦。阮叫我这代志都爱甲法律爱甲处理好势，千万毋通互人来甲咱老女写啦。处理就真简单啊，欠人钱就用啊，无你讲啊172万。系啊。无嘛，就爱撞，为着头家娘，为着女写，搁为着我家己的工课，撞嘛就爱来撞，无要安怎？即马捷运哦，一条来尔无啥方便。我若当选这市议员了啊，我会甲争取50条，每条都经过大家厝门口过。后摆大家若要坐捷运啊，门拍开着，都毋免搁走到捷运车站。对。哎呀，哎，吴先生，讲啊袂完啦，哎，你等下。点啊？我敢有讲唔对话哦？无啊，你讲啊真好啊，连我听到到地我袂撒讲啊咧。呀，你好，你放心，无上无嘛，还我，我嘛这边全力投互你。多谢。啊，咱搁继续过来去拜。拜托哈，拜托。哎呀，你是个最痴迷哦啦，安尼咧哭装哭嘅。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是啊，痴梦白梦是要哪？你是办什么代志啦？哎呦，我有足紧急的代志要紧来办，你咧走撞啦。我毋是甲你讲话，你有啥物任何啥物代志，
你来找吴先生，伊绝对甲你办啊好势好势啦。对，对啊有什么疑难杂症，有什么困难的代志，你只要来找我，我就有法度能够替你解决。但是呢，要叫我替你解决代志真简单，只要你投我一票，你什么代志我拢会替你办。嘿，吴先生，喂，你真正要甲我斗相共？对，无管什么代志，我都甲你斗相共。你唔通骗我咧？袂，绝对袂骗你。好，我这件代志吼，你若甲我敲会得，我这票绝对转互你。有影，安尼还有什么代志做你讲出来？我即马吼手头作案的，当咧撞，我需要172万，拜托你借我172万。 172万啊！对。哦，我甲你讲吼，若准啊讲你要叫我办代志吼，无管讲是要叫我上刀山，还是要落游艇吼，我在所不惜啦。若准啊叫我讲两边即个必须为着你插8支刀，我有来甘愿。嘿，但是若钱的代志尽量莫讲啦。我志明啊，甲你是安尼打镜头，你是咧安怎啦？安怎你不要看这个面啊，这就是讲旧面，我咧烦恼啦。烦恼表姐的代志对无？嘿啊，阮表姐有困难，我无就甲斗相共，我真正心有余力不足啦。哪知就好啦，莫不时讲话要笑破人的嘴啦。啊，你著自信难保，也要搁保他人。哎，我就是安尼，毋才咧烦恼。我咧烦恼讲哦，我表姐哦，毋知为着即件代志吼，李社去用充公去，无知影咧辛辛苦苦经营遐济年。一人烦恼一项咧。我咧烦恼讲哦，问不离表姐即间女社若真正去用充公去，后盖去做风台，咱斗若饮水哦，煞无地通好有咧。哦，哎，恁两个吼，真正吼，唔免甲代志安尼讲到遐尼严重啦。迄无论什么代志吼，一定有迄个解决的。哦，你咧讲较轻松咯，解决嘛着钱啊！你看，哎呦，我一世界去共借钱，毋知我着替阮表姐啊处理即件代志啊无。这是所以恁两个咧交烦恼，也是有什么代志拢会一路透啦。搁再讲，你无听人讲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桥到船不，船到桥就自然直啦。所以若无直，我超直。我甲你讲，到时阵哦，贵人就会出现。烦恼存在点落。来，你知影有影拢伫遮怎么样做啊？有啦，我迄个朋友哦，讲伊有一卡货要借我表啦，啊，毋过算起来吼，嘛差不多60多万尔呢。哈，60多万咯，哇，后手搁差100多万，那是要安怎要啦？食水打啦，迄60几万。你嘛毋知影要安怎。啊，嘛是还搁烦恼。哎，你哪里遮哦？几万啊？你找我遐。嘿啦，我是讲要麻烦你吼，甲我调查一个人，叫做江春林啦。江春林，啊，这个名咱熟悉。啊，是恁头家娘的小姐啊嘛？对啦，就是迄个啦。啊，我最近有去因兜要找伊吼，毋过因兜门拢锁条，拢无人伫的呢。啊，你找有啥物代志是无？啊，就阮头家娘吼，一张厝价叫我摕去共借钱啦。啊，结果即个代志阮头家娘拢毋知影呢。即摆迄个金主吼走来要讨销啦，偌歹呢。迄个江春林有讲人甲我闹跑啊，我即摆就是要麻烦你甲我查看觅，看即个人到底即摆是伫倒位啊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拜访警方吼，拜托警方暗中来调查这项代志。啊，假使有啥物消息哦，我再较紧过来甲你讲。哦，麻烦啊，你。歹势啊，我先失陪，我叫马上来办。多谢哦，啊，你遮无闲，搁咧麻烦你。歹势哈。快点。哎呦，搁食久了，走吼。我甲你讲，我头拄讲过贵人吼，都是。妈，我回来啦。哎呦，玉华，你走去倒去，咱规个堡拢找无人啦。我去病看你阿哥啊，将头家娘哦发生的代志讲互伊听。哈，这代志你讲我听哦。哎呦，你这查某囡仔实在够够的啦。迄你还搁伫咧病院，就伫遐艰苦甲安尼，啊你讲我听无加烦恼的。哎呦，这件代志早晚伊会知影啊。我就想讲哦，有钱的人出钱啊，有力的人出力啊。有啊，啊，伊如讲哦，要斗相共无？有啦，你看几支啊，伊摕6万块出来呢。对啊。搁你阿哥哦，伊有12000块啦，啊2000块哦，伊要留起来家己用。啊，这10万块斗起来7万啊呢。哎呦，啊，这个你阿哥实在有影真甘心，啊，这破病冻害啊，伫咧病院也袂趁啊，啊，搁摕1万块出来哦。讲起来哦，阮翁仔某上见笑啦，担遮共大，担遮共食啦，啊，逐个哦拢出遐侪钱啦，阮哦，敢若出一支喙。
哎呦，丽英啊，你来讲安尼啦？啊，这钱银是三不变啦，有法度方便的人，毋知讲摕出来斗骹手。啊，恁都无钱，来硬逼恁摕出来，啊，无是要叫恁去卖货呢啊？啊，也有啦妈，啊，这是我钱桶仔内底的钱啦，我想讲7000外箍，加减要斗啦。安尼哦。对啊。连一个囡仔囝都有才调出7000外箍，啊，叫阮出700外箍，阮都无才调，真正吓死吓死。这个6万7万，这斗起来，啊，搁你遐70万，哦，安尼还搁100多万呢，哦，咱这钱恶欠啊咯，看要安怎？哎，阿姨啊，玉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，你好，这啦，啉酒完，哎呀姐，来来坐，这啦，食茶啦。多谢啦，免客气。啊，麻烦啉酒完办的代志，毋知处理安怎吼？我今日吼，为了这项代志要来甲你讲的。哦。关于恁要调查这个江村林的代志吼，听讲伊无偌久之前吼，就去大陆做生意啦，啊，即摆人无伫国内。走去哦，啊，伊就存心要压阮阿姊的啊。这件代志我已经有向这个顶司报告啦，我即摆可能会想办法看我都甲引导转来国内有。安尼万事都要拜托您呢。歹势啦，对啦，阿姨啊，这张吼是40万的机票，啊，你先摕去投啦吼。啊，等恁头家娘转来吼，我再来甲伊处理就好。你甲讲不要紧，看伊当时要害吼，拢不要紧啦。哎呦，关议员，你做人实在有够好啊！你也知影讲阮即摆咧欠钱，啊，想即摆吼选举时间啦，啊，你内底摕这钱出来借阮吼，毋拄吼去互别个候选人误会讲恁咧乌西，啊无安尼啦。这林警员啦，伫遮啦，阵啊叫伊做证，啊我替阮头家娘哦写一张手记互你，安尼大家拢无话讲，这手记写互你嘿嘿。歹势啦。不，这应该，这应该啦。甲这钱吼，甲选举无关的吼，我会当证明啦。多谢多谢。关议员来，这手记我写好啊，你看清楚。啊，你警员你甲阮做证啦吼。多谢你啦，啊是讲吼，你迄遮有一项代志吼，也要拜托各位啦。我这边吼抽签吼，拄好抽到1号。啊，迄天吼要选举的时阵，真麻烦大家吼，千万爱会记的，爱转互1号。哎哟，关议员啊，你嘛得咧滚算笑，啊你咧做人咧，阮也上了解啊，也着搁甲阮邮票，但阮遮吼拢退票啦。绝对支持你的啦。我帮你宽心啦，应该应该啦。哇，啊，这代志已经解决啦吼。啊，关于讲这个江村林的代志吼，那假使讲阮有搁进一步的这个知影伊的消息哦，我会紧甲恁讲啦。哦，多谢多谢。歹势啦。啊，若真正吼有这江村林的消息吼，你着紧来甲阮讲咧。好啦，好。哎呀，歹势，啊，搁有一寡代志吼，爱去办理的。啊，我先去陪吼，歹势歹势。多谢多谢，好啦，这陪你都来帮晒，嘿嘿。我所的嘛无用，我先去哦，走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辛苦辛苦吼，顺行顺行。我算看觅，即摆加一条40万的啊啦，加这条40万的，啊，搁他拄啊遮，安尼加起，安尼嘛是啊，搁50多万，啊，他这钱当是看要来做庄咯。免烦恼啦，阿伯，若剩的无够50几万，我来甲倾到有够，啊，顶抓来遮大的时阵吼，想要来看破我的人生啦，想要结束我的生命。啊，但是好了佳哉拄因母仔囝，来甲我苦劝，我才无去啉农药自杀。所以讲起来，拄仔讲起来，这算起来是救命恩情，那是真大的恩情啊！所以因即马当你拄袂拄好的时阵，当你遇到困难，我来替伊解决，这嘛算互我报答的机会啦。哦，这无要紧啦。稳当当的啊，你真正是贵人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。多谢多谢多谢你啊，你是我兄弟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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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文贵伯啊，多谢你啦，哎呦啊你，啊多谢多谢多谢你安尼哦，当我一票安尼，真正足感谢，谢谢谢谢，多谢多谢多谢，谢谢谢谢啦，多谢啦，讲真个哦，即摆会当选哦，真正你实在哦，得人和啦，啊，咱真个吼，大家嘛真系支持你。我跟你讲啦，假使我若无恁安尼将这上届新鲜一票投我，我嘛无法度中选啦。哎，当选应该来连任嘛，应该你做人也好哩咧。对啊对啊，即摆中选就较认真做工课了哦。我认真啊。上，我们找人生效，上。无啦，你算好个人呢。啊，你怎么你安尼面相安尼遐尼歹安尼？无啦，当然啦，先讲啦。哇！我绝对要找伊生效，上。哎，但是啥物代志你嘛讲来听我。是钱摕摕啊，
无转票你休啦。哎呦，那钱摕摕无转票，我还阁有一岁啦，根本都毋是啊！你甲想看觅，我的助选员哦，我的这条啊卡，吼，啊拢总4、5百个，食饭的时阵是几啊道鱼圆哦，也食出去邮票，哪会看到安尼足稀微无满意？你知影这回开票个拢做几票无？几票？上少嘛还阁4、5千票啊！我无咧甲你注意啦，到底是几票？啊，有遐多，拢总23票。哦，我咧含你啊，心脏我都无投互你啊！啊，伫你遐食饭啊，甲你遐运动员助选员拢4、5百个，拢都大家才23票。我要过来甲对，小，记，这边好来，莫讲你咧赌会，连你家的人都无投互伊。哦，我莫怪给他跌破了。